社会上常常会讲，青年人是国家未来的主人，但市政府为了让青年人的声音会使被听到，持续推动青年的事务。台南市政府演科会也特别选伫3月29号青年节即天举办青年论坛，对科技发展、人本交通、青年创新三大议题来做讨论。会中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，同时市长也甲青年委员耍小游戏来互动。市长致辞的时阵强调，城市的发展爱靠青年人，市府也会全力来支持，提供一个优质的环境。我当然觉得这个台南的未来是各位的，我们不管担任公职或者是都是有任期的啊，市长最多2任8年，不小心有人做了9年，因为那个政府改制哈，选举制度改变，好，但是不管几年，好，但是未来整个的都市发展是要建构在我们年轻朋友的手里，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想说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智慧场域，发展成为一个这个5G 场域，然后这个AI 的工作室或是怎样，这是我们自己在想象。其实我们需要跟更多年轻朋友更多的对话。我希望说，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当然有划设了一些场域，像新营的营地，像这个南科那边的南营大楼，我们都希望开辟更多的地方。我们不是规划这个年轻朋友要怎么做，我们是规划一个场域，让年轻朋友来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怎么做。这个部分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论坛现场也邀请文创、小农等主题的青年到现场展示因的产品，不管是果酱、文创商品，拢充分展示台南少年一辈的实力。演科会强调，因将会透过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委员，来让青年人的声音会使进入市府，打造更加优质的城市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